期六問責。除咗人流方面、物流方面，又有啲咩嘅重點嚟緊要即係要重點處理嘅一啲嘅問題咧？特別係嚟緊園區會有一啲嘅生物科技嘅一啲嘅公司嘅，咁一啲關於生物嘅樣板啊，呢啲跨境嘅運送安排會唔會有啲嘅特別嘅措施？會唔會有啲嘅技術或者法律嘅問題要解決啊？絕對需要，培生你講得好啱。喺物流入邊就以樣本流為嗰個比較複雜啲嘅工作。樣本咧，因為生物科技咧，你冇樣本做唔到一個好嘅科研，而要做到頭先講話河套香港園區做到特區之中嘅特區咧，我係需要有不論外國或者香港本地嘅生物樣本，呢個容易啲啦，因為我哋當然都有自己嘅規範，但係喺規範之中，我要流到入去個河套園區當然容易啲。但係內地咧對生命樣本生物樣本咧，其實規管相當嚴格，亦都啱嘅。生物樣本係一個既有可能係有危險性嘅，有風險嘅，亦都有個人資料嘅問題。咁因此咧，一般嘅國家同埋地區，佢對於科研用途嘅時候都要有好嚴謹嘅規管。咁所以個流動咧，如果要真係要做得到咧，我哋既要喺不論係政策，就算我有咗政策嘅原則，我要有法律。法律咧就係兩地嘅法律。我知道深圳園區咧都已經開始緊籌備佢嘅條例，有呢一啲嘅工作。我哋香港園區咧都會借助我哋嚟緊呢個立法年度咧會有北部都會區嘅專屬法律，咁入邊亦都會包括河套香港園區需要嘅一啲東西，特別係樣本流呢一方面咧，我哋嘅法例都會完善咗佢啦。法例之餘咧，技術一定係要幫咗啦。咁頭先我提及過話，河套香港園區進駐率80%咧，我都已經預咗少少嘅位喺我啲實驗室咧，係需要，亦都要有啲投資，我哋都預咗啲資金，係要投入一啲硬件嘅工作、技術嘅工作，包括興建少量嘅樣本嘅儲存嘅工作啦，可能係冷凍，可能係有技術上。除此之外，亦都要有一少少實驗室嘅功能，咁讓到唔同嘅企業，如果嗰啲樣本我哋係做得到所謂 desensitization， 即係話如果佢唔咁敏感嘅，可能可以係個企業自己個地方度做。但係如果再敏感啲嘅樣本咧，可能就要喺呢一個樣本庫係由我間公司去睇住，有足嘅監控包括可能係視像監控，包括係個物件嘅監控，唔會讓佢確保佢既儲存又好、監管好，全部都要喺我睇到嘅地方做嘅，亦都有可能。咁呢一方面，我哋嘅設備已經係投資緊、做緊、設計緊。咁就頭先講嗰幾樣嘢都要做到啦，有政策、有法律，亦都要有技術去將呢個樣本流咧真係實施到，咁我先至能夠讓河套香港園區咧成為真係有做到呢一個樣本流交流呢一個工作咧，就要做到一樣工作。講到即係譬如一啲科研人員嚟到園區咁啊，可以進入香港市區啦。但係特別係一啲即係要風險管理啦。假設譬如有啲有傳染性嘅病毒嘅樣本，咁一定要留喺個園區入邊啦。一啲敏感嘅數據要留喺個園區入邊。咁啊，樣本庫就係一個儲存嘅地方啦。但係個監察工作點樣做咧？點樣操作上令到即係知道佢有冇流出到園區咧？我相信頭先講到一啲硬件同技術上嘅工作咧，我都做緊一啲設計㗎啦，咁就會確保到呢一方面係不會流通出去啦。咁除咗話風險之外，因為頭先提及係跨境，我哋都要應承得對面嘅，我哋一定要做得到嘅。咁而佢哋當然都會睇返我哋呢一套嘅審核又好、監控又好、監管又好嘅措施同埋技術嘅。咁呢一方面兩地都會再去溝通啦，會確保到頭先景瑩你所講嘅嘢係唔會發生。